为伫安平建平路一间茶叶蛋专卖店，每工头家拢无用咧煮茶叶蛋，而且一煮阁毋是一两鼎，现场准备了7、8鼎。因为整个过程不但搞工，而且阁真费时。当新鲜的茶叶蛋被烹上桌，虽然外表甲剥壳以后的茶叶蛋，甲一般的茶叶蛋并无啥物无同，毋过当切开一看，却发现无两人。毋定茶叶蛋安尼，连水煮蛋嘛同款。原来这是经过业者的开发，而且阁得到混合蛋的结构新型的专利。我会研发无纺茶叶蛋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爸爸他是老人痴呆症，而且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吃蛋去补充蛋白质。爸爸吃蛋的时候都会噎着，就是一盖吼给一个吼，我嘛惊一个然后就想说，如果把蛋黄蛋白就像咱卡线人赶快改靠这会，他就可以吃到整个蛋的营养了。所以我还可以慢慢去找机械，去找个这可以利用离心力的原理，把整颗蛋在蛋黄不破坏的范围之内，把蛋黄跟蛋白利用离心力的原理把它做混合，所以我们是俗称它叫做混合蛋的原因。然后再加上，我们去年10月份开始申请这个混合蛋结构的专利，刚好到今年的8月1号刚好核准下来了，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技术跟大家共享，改天可以大家开课来让大家来共享这个无纺的技术，在家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做，因为很多小朋友小姐都不喜欢吃蛋黄，把蛋黄都拿掉了，那就没有吃到蛋黄的营养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个技术学起来，在家都可以做。如果怕麻烦不想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我这边我们就可以无纺茶叶蛋。因为事实上它不是没有蛋黄，它是看不见蛋黄，而且你可以吃到整颗蛋的营养。业者表示，因为平常发现有人食卵的时，无介意食卵仁，加上卵仁较松软，容易来见到，所以才将卵白甲卵仁来揽做伙的念头。食到虽然是卵白的口感，但同款会食到卵仁的营养成分，吸引不少消费者的喜爱。就是没有蛋黄，对啊，但我觉得吃起来就是比较不会那种像那种吃到有蛋黄那种 gay 的感觉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好，价位还可以接受我就觉得跟外面比的话差不多，没有到很贵，对啊，但因为我觉得是它可以整个都吃进去，像我去外面的话，你还会把蛋黄丢掉，那我就觉得那这样子整个吃进去这样比较划算啦。业者表示，当初开发混合蛋的过程，因为离心力掌握无好，容易将卵来摇破。经过8、9个月研发，而且申请专利，目前除了有混合结构的茶叶蛋，另外还有水煮蛋。因为卵白跟卵仁混合，所以水煮蛋会呈现淡黄色的表面，因此头家就将伊号名做黄金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